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2月26日，整體樓價持續回升，樓價自去年年中由跌轉升後，整體升值一直持續。香港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最新私人住宅樓價指數，上月樓價指數報301.4點，按月再升0.5%。整體樓價指數已經連升8個月，共5.2%，創逾1年半高位，更為2024年6月報302.5點以來再次重上300點水平。同時間整體租金指數亦再創歷史新高，最新租金指數則報201.1點，按月上升0.3%。另外經調整後，去年整體租金按年升4%，略高於樓價升幅的3.7%。整體樓價持續上升，雖然昨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未有再推任何利好樓市措施，更調高1億元以上的大額豪宅的印花稅至最高6.5%。不過再有發展商加入加價行列，長實及港鐵合作發展的黃竹坑站3期 Low Cost 昨日將部分3房單位定價上調，並削減折扣優惠，整體加幅約5%。項目將於本週日推出其中25伙3房，平均尺價上調至26,339元。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